简单讲好了，反正就是一部戏，然后已经准备就讲说哦，就是你要演这个角色，但是导演跟副导演就突然的质疑你，那我也无所谓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那时候好像也已经签约了，然后他们就会觉得你可以吗？你可以演这个角色吗？你说签约了，但他们还在质疑，还在考虑，对，在考虑，在质疑，所以他们就说那你好，那你可不可以来给我们演3场戏？然后他们也租了场地，那3场戏其中有一场是要跟戏里面的丈夫床戏，然后我想说。这么重的戏，那我想说床戏，那我要怎么怎么试，对不对？怎么试戏？那我就问公司人说，那请问一下，有另外的人要跟我一起对戏吗？还是说可能其中的一个男主角会来跟我对？他们说都没有，就我一个人。我说就我一个人，好，这到底要怎么演啊？然后我就想说，就我一个人，我的床戏要怎么演？然后他们就找了一个工作人员来，然后我完全都没有认识过照面，然后我就直接二话不说，那就开始吧。然后我就也真的就跟那个工作人员亲。哇塞，你真的，你脾气也是很硬，很硬哎你。对，我完全没有，我不想要 argue， 我什么都不想，我就只想让我就是做，对，做了再说，就让你们知道我有什么能耐，或是我是怎么样的一个演员，对不对？其实那时候我也没有特别是怎么，我只是真的就是不服输，因为我觉得你给我什么考题，我绝对能接招。哇塞，然后他就是这样亲完那工作人员也很尴尬。对啊，你很冲哎，哦，你们真的。然后他们后来就跟我讲说，那你应该去看什么什么电影，然后去跟这一个角色比较接近什么什么的，然后可能之后还要去做一些上什么课。我说好。然后那天试完戏之后，他们叫我去看什么电影，下一步我就是直接去那个电影院看那个戏。你真的是很认真的演员。然后就那个经纪人就接到那个电话，然后我就那时候戏快演完了，我就看到他就这样走出去，我就心里想说，不会有什么东西吧？然后就我出去去找我经纪人，他还在讲，他就后来挂完电话之后，他就拍了我的肩膀，然后我就直接就是大哭。我还记得那时候是在长春戏院，然后我就在外面就开始狂哭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，他们决定还是换角，我就一路叫坐计程车，还是一路哭到我的家。那时候我一直心里面想说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这好像是你的经典台词，因为我听过你不止一次讲这句话。对，对我常常我的人生都一直在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到底演错了什么？我到底怎么了？对。但是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没有人可以给你答案的，没有办法。我觉得可能那就是你人生当中的功课吧。其实我也蛮感谢，因为就是因为那一部戏不要，所以我才拍《白犬》。因为那时候就是我那时候就我很纠结，我很想要去演那个其实某一种突破自己的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是个电影，是电影嘛，所以我想说去，因为好久没有拍电影，然后后来就在想说，到底要拍拳还是电影？拍拳还是电影？就后来老天爷帮你选了，帮我做了决定。再发生一次，你会是那3场戏吗？来，我们现在以不惑之年的情况，我还是会。哇，